下嘅60位就指投票期間多個票站選票不足，手機短信服務突然中斷，懷疑背後有人操。包括喺公海檢查可疑船隻，決議又要求金融機構停止向北韓提供人道援助以外嘅貸款。無線電視記者楊之豪報道。美國有線新聞網絡報導，中國一艘潛艇喺菲律賓附近海域撞到一艘美國驅逐艦拖行嘅雷達偵察儀器。美方官員認為今次事件意外。美國政府並冇公佈今次嘅事故。等第10億度先至打到廢船嘅發電煤利營嘅一半個球都係廢船自己。車頭突然冒煙，20幾分鐘之後就着火焚燒，司機同售票員及時疏散20幾名乘客，冇人受傷。的士小巴關注權益大聯盟主席黎永雄亦都到過現場，佢話出事嘅地點灣位太窄。我估係個小巴司機係預算失咗。如果係政府咧，呢條路咧開翻2個位咧，就啲車咧喺3個巴咧就唔使等得3個。呢度咧，呢度本身本來有一條線嘅，咁但係咧佢而家刪咗一條線，咁變咗嗱你呢度咪要爭線出咯。黎永雄話出事地點有好多巴士站，建議減少巴士站嘅數目，以免意外再次發生。佢又話出事嘅小巴司機係全職開通宵線，有多年嘅駕駛經驗，記錄良好。出事嘅時候啱啱開工開出第一轉車。有教車師傅話由小路出大路一定要睇清楚路面嘅情況。就應該咧係要慢駛到停，睇過兩邊有冇車先至可以再出。有人啦，中層有空置嘅單。